嗱，早2日喺高州呢，我台車俾人哋隔到，今日終於可以過嚟提車啦，開心開心！因為呢，之前我哋就報咗保險，就放返嚟呢邊 4S 店呢維修咗4日，哇！你哋知道嗰種感覺嘛？新車落地，自己慳儉慳食買咗台車，返到去真係比老公仲要錫，真係唔捨得碰下佢。結果停喺個停車位俾人棘走，你知道嗰種感受嘛？不過唔緊要，所有嘅意外都只係擦傷，只要唔傷及我嘅生命，唔傷及我嘅身體，都係小事。今日過嚟提車嚇，開心開心，發開心嘛！你好，我哋台車放喺呢度收嘅。好嘅，喺上。可以攞嚟係咪？你睇睇我哋台愛車收成點啦。嗱，終於攞到我台車啦。先嚟攞係，收好啦，睇身靚立立。少少嘅意外嚇，只係少少擦傷，問題不大。咦，開心開心，阿發。係開心啊！又可以開返我哋台車啦，開唔開心？開心啊！返去啦嚇，一路平安順風順利。